佢哋話。你哋玩完，我哋玩完，大家都玩完。冇錯啦，就大家都玩完啦。對即係其實咧，講開呢個節目，即係香港冇問題呢個節目，其實就係好惡玩㗎。係啦，事實上啦，很多東西啦，很多嘅人啊，都唔係話哇玩就玩㗎。冇錯啦，因為如果你要玩人哋，就實俾人玩翻轉頭㗎，係咪？所以啦，香港冇問題就冇得玩啦。咁我哋祖國冇問題嘅呢個節目咧，就本住俾面嘅精神同埋合作嘅態度，咁啊趁住香港冇問題呢個節目啦，收鑼咯，係嘛？係啊，對。咁我哋咧就一齊收樂隊啦，係嘛？不是樂隊啊，唔係樂隊明白的。收邊 band， 係即係香港嘅粵語啊，好難嘅，係啦，收 band 㗎啦，係冇錯。嗱，咁其實咁就好樣啦，係咪啊？因為可以貫徹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嘅精神，就係互諒互讓。冇錯啦，對。所以咧，我哋貫徹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呢個貫徹我哋嘅呢個基本法嘅態度，我哋一齊嚟睇下我哋祖國嘅直選係點樣嘅。呀，你有冇搞錯啊？祖國有直選咩？當然啦，祖國有直選。測試1、2、1。先啦，好。各位同志觀眾，多謝大家收睇中國直選擂台。好，先由各位參選嘅朋友介紹自己。軍事學院出身，列任黨政軍高幹，做事一不做二不休，唔會三兩嘢，絕對心狠手辣。今次參選咧，楊全咧為咗呢個有你冇我嘅精神，謝謝。好，移咗快，移咗，好，跟住嚟到呢個目無表情嘅講嘢。唔該。各位同志，你們好啊！我個名就叫做牆頭草，我係金豐大學畢業嘅。我個家世係孔雷，係高幹子弟。快啲！我做事係看風使嚟，冇立場，冇主見，雖係冇建樹，亦都冇鑊命。跟住我參選嘅目的係本住冇蝕底嘅精神。各位同志，團結起來，同我實現目標。朋友台語，我影響你。跟住嚟到呢個，到你，馬我講嘢。喂，起身！我跛嘅死你！跛嘅冇嚟撐各位，我叫盲扁，蠻流大學畢業，歷任各省市單位高幹，做事盲目、蠻流、蠻無頭緒，所以盲從父位。今次參選純粹係蠻流嘅所謂。好啦，講嘢啊，你講嘢，好，到你唯一嘅女先講嘢，係。轉身，講嘢。在下劉鶯，當然喺劉鶯大學畢業啦，歷任各省市大酒店，做嘅係劉鶯，群迷嘅當然亦都係劉鶯。今次參加競選完全係請投劉鶯一票。好好大聲啊！好，而家就係輪到大家互相發問嘅時間啦。好，由四眼仔講先。我問你，快一啲，唔該。六四你喺邊度？我問你，次次事件你喺邊度？請問聲918，你喺邊度？唔知啊，哇 I boy 啊，啲錢喺邊度啫？我點知啊？六四喺邊度啊？啲錢喺邊度啊？喺邊度啊？喺邊度啊？好，各位經過一連串咁激烈嘅呢個即係辯論之後咧，我哋今日對唔住，好啦，今日我哋嘅呢個祖國9七直選又告一段落。不過我首先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今次我哋11億人民一人一票直選嘅，我哋選嘅唔係國家領導人，而係選嘅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首長。一陣翻嚟帶大家睇下班波牛點同周思仁食飯，順便望望解放軍會用乜嘢方式駐港。冇問題，冇問題。Well，食咗飯未？食咗啦，你咧？梗係食咗啦，飯喎。飯啊！你哋中國人咁過癮嘅，鬼佬咧見到面就會話 Hello，How do you do？How are you doing？Nice to meet you。咁樣啊？係啊。中國人又會話 Have you eaten rice？
食咗飯未？食咗飯未？咁都有嘅。有得解㗎嗱，你先問我點解啊？咁啊，其實咧中國人嘅歷史咧，都係由一頁又一頁嘅飢餓咧而寫成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即係一生勞碌咧，都係為咗咧就食飽呢兩個字嘅啫。咁啊食咗飯未咧，可能係好多人一生人都要追求嘅一個真理嘅。咁啊而事實上咧嚇，中國人咧，就好中意食飯嘅，咁啊無論咧我哋即係搞啲紅事啊、白事啊、黑事啊、有事啊、冇事啊、大事小事啊、喜事啊，諸如此類咧，都離唔開咧就係食飯嘅。咁所以咧，即係中國人咧好中意就問人哋食咗飯未？係啊，最近好多人有飯食啊，唔知點解。邊個講食飯啊 Look, watch。大家笑，哇！搞錯啊！遲到嚟咩啊？周私人請食飯啊！食飯啊，踢波！食飯咯，興奮得滯啊嘛，瞓足啲精神添嘛。唉，埋位啦！坐刷咗牙未啊？唔好口臭臭對住周私人講錯晒嘢咯，知唔知？喂，記住啊，一陣唔好停64啊！邊個係周私人？喂，記得周成都知，唔好。唉，就見到係唔好提周許家全。周許家全啊！周家全。仲有啊，唔好講蘇聯共產黨冚旗嗰啲嘢，當冇呢件事發生。係啊，係啊。共產黨冚旗。係啊，蘇聯啊。係啊。冇講呢樣嘢啊！個樣咁似毛澤東嘅。係，咁我係佢個嫡系嚟㗎嘛。係。哇！聽到啊！係咪抄佢？你記唔記得頭先講嗰啲嘢㗎？唔記得。你而家點黑紙俾佢睇啊？同邊個食飯啊？周私人啊！周私人，周邊個怪我？周私人嚟啦！走，謝。嚇！首先咧，歡迎波牛咁多位波牛嚟上面嘅食。周私人想吟詩啊！發功。你煩，我煩，個個煩。Chopstick。不如食餐統戰飯，食完呢餐統戰飯，我就同你哋埋單。好啦，我和你一棍。和我一棍？係啊。點樣和咧？點和？你話吟詩我咯。吟詩你得唔得㗎？係啊，得唔得㗎你？你有種事。我冇種，你要統戰，任你統，統，你聲統都係大飯桶。喂 A 仔，你講乜嘢啊？係咪英文詩嚟㗎？我哋唔識幫你翻譯㗎喎。咪啊，好事嚇，好事。周私人明白。喂，普通餸唔係介意係嘛？點解唔食嘅你哋？唔係，啱㗎啦！我哋普通人食普通餸啊嘛。係啊，普通餸啊，大家要說普通話哈。對，用啦嘛。跟周私人有講普通話嘛。不用啦，即係就講廣東話就好。喂，真係睇出嚟周私人做乜嘢？同周私人食飯戴黑眼鏡。係啦。喂，周私人都係黑眼鏡。黑邊？係啊，係啊，弱視啊，讓球啊嘛，你係我知啦。大家食飯。周私人，你用啲家常便飯招呼我哋，好似自己一樣，我真係太感動啦！講起真係，唔係家常便飯嚟嘅，我屋企阿四都係食呢啲嘅。都好㗎啦，多謝周私人。你哋唔好辜負啊！呢啲都係食物。係啊，大家唔好辜負周私人，大家擴聲。好食啊！味到筷子啲名啊！係啦 ，A 仔，聽講你而家搬咗屋喎，係嘛？搬去邊啊？搬去沙田啊嘛。喂，你點知㗎？
我聽佢講啫嘛，喂，究竟電話幾多號啫？係啊，唔知同你聯絡嘛？新電話幾多號啫啊？64咩啊？64硬唔記得啊！點㗎？埋單。邊有錢買啊？你埋單啊！搞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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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將，我記得，幾多啊？真係64啊！你仲講嘢？97之後，除咗政府首長查咗，唔會係英國人之外，仲有乜嘢唔同呢？就知駐港英軍就會消失啦，咁啊取而代之嘅就係啲解放軍會嚟嘅。以前好似有一個解放軍嘅將軍講過咧，就話解放軍咧淨係駐守喺呢個深圳就 OK 㗎啦嚇，唔使踏隻腳嚟香港嘅。之但係咧，鄧伯伯話講嗰個人咧就胡說八道嘅，咁啊因為咧呢個駐軍咧係呢一個即係主權嘅象徵，咁所以唔駐都唔得。駐一個得唔得咧？既然係象徵。喂，一個軍定一個師啊？哇！驚咁啊唔使驚話，解放軍咧就係人民子弟兵，解放軍就愛人民。咁點愛法咧 Let's take a look。解放軍咧係有3大紀律8項注意嘅，而使到香港人唔好咁驚啊，同埋愛護佢哋弱小嘅心靈。呢個解放軍要駐守香港咧，就要加多1項紀律同埋1項注意啦。呢1項紀律就係冇紀律。唯有冇紀律啊，咁啲香港人先至唔多覺有解放軍嘅存在。而家多一項注意咧，就係唔好俾人注意。咁唔使驚啦，要做到冇紀律，駐港嘅解放軍會唔着制服。嗱，一眼望埋去，人頭湧湧，當中有你有我，更加有解放軍。但係你唔覺噶噃，係咪？要做到唔俾人注意，花嘅心思咧就要多啲啦。嗱，解放軍可能要長期踎喺公廁裏面，又或者一夜坐喺一架普通嘅 van 仔入邊，又或者刁轉少少，困自己一個垃圾桶入邊。再唔啱嘅話，就扮百貨公司裏邊櫥窗嗰啲公仔啦。當然，以上有啲辦法亦都唔係一個好嘅辦法。點解解放軍當局唔嘗試下用呢個娘子軍呢？佢哋婀娜多姿嘅身材、甜美嘅笑容，我諗香港人絕對會接受呢一類型嘅解放軍嘅。再唔啱呢，就叫啲娘子軍就再開放少少，當自己係開放軍。嗱，咁樣軍民就一家親啦，就莫講話進駐18000啦，再進駐108000啊！香港啲男人都十分歡迎嘅。事實上，駐軍只不過係主權嘅象徵，而駐守1營同駐守1排意思上亦都係一樣。而駐守中國深圳同駐守香港嘅中環呢，亦都係中國對香港嘅主權，但係成本呢就大大不同啦。解放軍同志，喐！請問你想守中環攞深圳嘅人工啊，抑或想守深圳攞中環嘅人工呢？我要守中環，攞中環人工。哦，咁樣要着中環嘅衫噶噃。No problem。哈！哇，真棒喲！成千上萬嘅人民解放軍響中環巡邏，但係大家都唔覺噃，香港真係冇問題啊！我出走，但我有理由。由許揸船親自介紹美國風光名勝旅遊黑點，購物好去處，包你睇完心思思，執埋包袱去美國。低啲熱線123-321-123。開會自衛術，會議室危機四伏，想確保安全，唯有學開會自衛術。本自衛術由合各門派精華，招招獨辣，拳拳到肉。全部資料由台灣國會議員輪流提供。低啲熱線339-237-711。如何製造核子彈？由侯彩欣主講，卡特菲客席教授教你點樣自製核子彈，過程緊張刺激，生動有趣。低啲熱線123-456-789。兒童故事《王子復仇記》，究竟王子戈巴卓夫點樣逃出8人幫嘅魔掌呢？佢又可唔可以攞翻自己嘅皇位呢？各位小朋友可以打低啲熱線567-248-932，不過打之前一定要問個爹哋媽咪先至好打喎。
賭馬必勝術，由馬濟安提供必勝內幕貼士，無論情場、戰場、新機場都無往而不利，大小通殺，低啲線啊！迷宮遊戲由蘇聯新貴葉利欽教大家走出呢個錯綜複雜、千絲萬縷、古怪迷離嘅克里姆林宮。各位同志，聽完你就知道自己走咗幾多冤枉路啦！抵啲熱線341 241 541。A B C D E 知多啲，講多啲，識咗 A B C D E 唔使俾人話低 B。A B C D E 由戴賽野夫人親自教授大家正確英語發音。如果要學 A B C D E 就要打我哋嘅低啲啲，低啲啲線456789777，得閒打個低啲啲。多嚟日日開心啲。低啲啲熱線服務，每秒鐘收費0毫。去廁所就唔好去咁耐啦，因為廣告之後咧，大膽敢言嘅候任立法局議員劉慧卿係有嘢講噃。冇問題，冇問題。香港冇問題，播出嚟收視率都相當穩定，平均有接近30%嘅觀眾捧場。啊，咁係好睇定係唔好睇咧嚇？講真咧，我就覺得就係可能唔係幾好睇嘅。哦，咁啊唔好睇都有人睇嘅嚇。睇下點樣唔好睇啱嘛？嘥咗你少少時間，有冇收睇我哋香港冇問題？有啊，我好似睇過。冇。唔知道。睇過啊。集集都有。好少啊！香港冇問題係咩嚟㗎？冇啊，一次都冇啊。有。冇啊。Sorry。我係外國翻嚟㗎。我最中意香港冇問題。咁你認為而家香港有冇問題咧？大把啦。咁梗係有㗎啦，社會問題、青少年問題、老人問題咩都有㗎啦。唔知有冇問題？政治問題咯。冇問題，梗係冇問題啦。有問題冇問題都冇用啦，我淨係顧住眼前㗎嘛而家。你擔心過？不過我對香港有信心。知唔知香港有冇問題啊？你識唔識啊？有。香港有咩問題啊？香港冇火山。香港冇火山。哦，佢哋咧就咁睇香港冇問題啦。咁你咧，你又點睇香港冇問題咧？梗係用眼睇啦。遲啲先講，聽下一啲人知名人士點睇好冇？其實話時話，一個電視節目咧有冇問題咧，實際上係即係其實唔係話咩大問題嚟嘅啫。咁啊，至於香港有冇問題咧，咁啊真係要大家諗諗啦嚇。睇下點睇？因為如果一個冇言論自由、冇新聞自由嘅社會咧，係一個封閉嘅社會。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驚，第日咧當英國人撤退咗之後咧，係會消失現時享有緊非常之珍貴嘅自由。你就算建立咗啲咩民主嘅政制咧，共產黨一嚟到咧，佢係會將佢摧毀晒嘅。但係呢幾年中國政府嘅喺香港嘅做各樣嘢講嘅嘢咧，係令到我哋唔相信咧，佢係會俾香港人港人治港。所以我哋一定咧係要團結香港人，要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一齊去爭取，甚至有陣時咧需要時候要付出犧牲。劉慧卿係廣東南海人，香港出生，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國際關係碩士，從事新聞工作15年，先後任職於電視台、中文大學、南華早報及遠東經濟評論。91直選以46000幾票當選立法局議員，得票率係48.1%。香港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呢個面對97，中國要收返香港，香港人個心咧係非常之矛盾。一方面，好多人好希望做中國人，但係亦都好怕俾共產黨管。咁喺97年，當共產黨要嚟香港，要管香港嘅時候，香港嘅政府係會點樣組成嘅呢？個立法局會點樣組成呢？我哋現時享有各種嘅自由生活方式，會唔會真係好似中英聯合聲明講係保持不變50年呢？我相信人好多都好擔心。今年有6萬幾人移民。有啲人估計喺聯合聲明簽84年至到97年呢，可能有60-70萬人會移民。咁但係好多人都冇得走。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驚，第日咧當英國人撤退咗之後咧，係會消失現時享有緊非常之珍貴嘅自由。所以呢個係香港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一生何求？曾妥協也試過苦鬥。我成日都咧係非常之反對呢個大眾傳播媒介咧係自我檢查，即係有啲嘢咧係唔敢寫或者唔肯寫、唔想寫或者唔想播。
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對成個香港社會咧係好大嘅打擊嘅。因為如果一個冇言論自由、冇新聞自由嘅社會咧，係一個封閉嘅社會。咁如果有啲新聞機構或者大眾傳媒嘅機構嘅老闆去克制嗰啲員工，唔準佢即係運用佢嘅言論自由啊、創作自由咧，我會係覺得非常之遺憾嘅。憑着愛，我信有出路。我覺得香港唯一嘅出路就係香港人要團結，而我自己係希望咧，香港人係透過西方式嘅政黨政治去團結。我係支持多黨制，我係反對一黨專政嘅。咁樣呢，因為政治係講實力，有啲人家財億萬，北京呢係會請佢上去中南海飲酒嚟去聽下佢嘅意見，但係我哋絕大部分香港人呢係冇呢個條件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實力係點樣嚟呢？就係從群眾嗰度嚟。所以我哋一定咧係要團結香港人，要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一齊去爭取，甚至有陣時咧需要時候要付出犧牲。我覺得呢個係一定要做。咁喺9月15號呢個立法局直選呢，我哋睇得到咧係有人去投票，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政治嘅行動。但係投票率唔係咁令人理想，所以即係表示咧係一個開始。我哋要盡力去做，我自己非常之欣慰，因為喺沙田區我嘅選區呢個投票率係超過50%嘅，所以我哋睇得到呢，我哋做嘢係有成果。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開始，我哋要朝向呢個西方式嘅民主政黨制呢，喺嗰方面走，嚟團結香港人。香港是我心，一顆不變心。咁喺香港嘅情況嚟講呢，我亦都覺得非常之即係好遺憾，香港人係冇權去自己決定自己嘅將來，因為個自決權呢係人最基本嘅權利，而另外一個權利呢，就係我哋應該有權呢係用呢個民主嘅選舉方式選出我哋嘅政府，而香港人亦都冇呢個權。咁中英政府唔容許香港人有呢咁基本嘅權利呢，我係覺得非常之遺憾同埋憤怒嘅。咁我哋而家退而求其次咧，就只可以跟住84年嘅中英聯合聲明呢個基礎去建築我哋嘅將來。希望中國政府係容許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即係大部分嘅嘢由香港人自己透過民主選舉嘅政府嚟決定，而中國政府咧所扮演嘅角色咧，只係負責香港嘅國防同埋外交。但係呢幾年中國政府嘅喺香港嘅做各樣嘢講嘅嘢咧，係令到我哋唔相信咧，佢係會俾香港人港人治港。但係咧，姑勿論我哋即係點樣唔信任或者點樣遺憾，我哋都要喺中英聯合聲明呢個基礎去爭取，因為絕大部分香港人咧係冇得走嘅，所以我哋一定咧係要努力建設自己嘅民主自由嘅將來。我覺得香港人而家面對一個最大問題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無奈嘅心情，覺得咧即係共產黨就嚟要管香港啦，可能而家已經即係干預好多。我哋香港人咧係為咗即係自己嘅前途咧，係完全係無能為力嘅。即係有啲人甚至同我講，佢話你唔好去選立法局啦，唔好做呢啲嘢啦，因為做咩嘢都係冇用嘅。你就算建立咗啲咩民主嘅政制咧，共產黨一嚟到咧，佢係會將佢摧毀晒嘅。而我哋咧，即係面對咁大嘅強權啦，有啲人話佢係一個食人嘅老虎啦，即係我哋係做咩都冇用嘅。咁我覺得呢個心態係非常之唔要得嘅，因為如果你睇到東歐嘅人民或者蘇聯嘅人民，其他國家好多人都係付出好大嘅犧牲去爭取嘢。咁我哋香港而家個情況唔係咁差啫，咁但係而家都自暴自棄，覺得係咩都冇得爭取嘅咧。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最大嘅問題。關心字典，博士啊，香港冇問題，已經去到最後尾一集啦，仲關心乜鬼啊？我而家擔心啊，驚俾人秋後算賬就真啊！係唔使擔心嘅，所以話你真係咩啊？秋後算賬嘢咧，未必一定係單向嘅，可以係雙向嘅。咁啊，所以話咧，與其擔心會唔會俾人秋後算賬咧，不如開心一下，可能有機會秋後算賬人哋。你唔好充滿幻想啦，現實啲啦！好，唔幻想。咁既然今日咧係最後一集嘅呢個關心字典咧，我哋咧就講一個法則，就可以咧解決所有問題。咩咁犀利咁巴閉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啊？就係叫做五講四美三熱愛。哇，講啊！
唔好話呢個咧係中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嘅一種具體嘅形式。5講咧就係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好犀利啊！咁4美咧？4美仲巴閉，就係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哦，咁3熱愛我知係乜嘢，就係熱愛金錢、熱愛權力、熱愛高高。我查下字典先。高高係咪啊？3熱愛咧就係熱愛國家、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哇！咁做足晒咪好勁？點止勁啊，簡直係無敵啊！哇！無敵是最寂寞喎。所以呢個5講4美3熱愛，其實即係要做到真係好有限。嚇！咁樣中國咪有問題咯？中國咧就固之然有問題啦，一個幅員咁大、人口咁多嘅國家，如果係冇問題咧，都係呃嚟嘅啫。所以而家唯一咧，最後就希望國人一定要自強。係。希望有美好嘅明天出現咧。香港究竟會唔會有問題呢？本節目台前幕後嘅收場係點？陣間通通話你知。冇問題，冇問題。好啦，快啦，就快收工啦。咁喺臨收工之前咧，我哋要認真同大家講啲説話嘅。就係咧我哋其實咧成日都話香港冇問題咧，咁就係假嘅。所以知道香港乜都有，點會冇問題咧？香港有問題。嘢唔可以亂講，嘢都唔可以亂食喎。乜嘢當然啦，吔錯嘅嘢就會屙嘅。講錯嘢俾人話咧。你講緊我哋啊？係咁，我哋固之然係啦。咁仲有咧就係嗰班咧係呢一個當選咗立法局議員嘅港同盟嘅成員，佢哋咧就拉隊操去呢個港督府嗰度咧，將成份名單咧就劈俾阿督嘢咧，叫佢照單執藥委任啲自己有嘅做議員咁。呢單嘢到今時今日都有人唱啊，有人鬧啊咁樣。喂，咁經紀佬撳鐘推銷啲新貨，唔買都唔使俾人鬧喎。係啊，督嘢好醒嘅，有冇聽過一個講法啊？我出成出戲係督爺同柱哥合作做個喎。係咩？為乜？咪就係為咗唔委任有政治背景嘅人入立法局，呢個另排咯。哦，咁複雜嘅嘢，我本來都仲想有樣學樣啊！建議啲人喺97之後咧就可以做呢一個特區政府首長添。Really? Yes，多麼？港督許冠文或周星馳，我哋需要一個為大家帶嚟歡笑嘅首長。布政司曾灶財，我哋唔知布政司為大家做過啲乜，所以要揾一個唔知佢做過啲乜嘢嘅人做布政司。財政司李嘉誠，財政司成日會搞錯香港盤數，揾個有錢佬去做好啲，起碼佢有錢去填數。保安司27軍總指揮，唔使多講乜嘢理由啦。律政司黃玉郎，黃先生有豐富嘅打官司經驗。運輸司岑建勳，岑先生充分了解黃雀運輸行動，佢做運輸司唔會運錯路夾，運錯嘢。教育司
曾近榮。佢做教育師，起碼可以教識大家用故事的。做咗呢個香港冇問題節目主持人，我發覺我嘅問題真係多咗。香港冇問題，啲問題去晒佢哋嗰度。唔明？喂，我都唔明喎，我唔明點解咧？啲人一見親我嗰陣時候都問我啦，喂，你驚唔驚？即係以後會有人揾你算賬？咁啊，即管睇睇咧，就係呢個節目台前幕後人員，即係日後嘅境況嘅啫。陳輝雄捱多6年到97之時，陳輝雄應該係全港最紅嘅司儀。97中英政權移交典禮，分分鐘係佢做司儀，所以特區政府係唔會同佢算賬嘅。李麗蕊，據 V 運大師講，6年之後佢應該已經貴為高幹夫人，生有1仔1女，一生兒女債，呢筆帳已經計到佢頭髮都白晒，所以特區政府亦都唔打算同佢算賬。林敏聰。未到97，佢已經自動投案，對中央表示好後悔拍呢一個節目。中央本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嘅精神，判佢呢世都唔准攞外國 passport， 兼去新疆採摘係乜啩？一向遲到嘅林敏聰，卒之遲咗3年至到達新疆報道。監製梁某，頭髮稀疏，心口生毛。監製一個咁嘅節目，大家都知佢一定係膽生毛。97之後被判勞改，要用自己啲心口毛做地刷刷地。導演李某、泰利同埋阿黃喺無知或者無辜嘅情況下拍攝呢個節目，犯咗得罪高幹嘅罪名。97之後，各判打100大板。之後判入青山精神病院嘅戲劇訓練班，教精神病人做戲。編劇陳李張黃河等8人一而再再而三，結果搞咗13集香港冇問題，令到好多人心情唔暢快。為咗補償呢啲人嘅損失，特區政府判佢哋寫翻130集歌頌中央嘅劇集。結果8人之中有3人一夜白頭，3人撞牆自殺，另外2人則成功寫成130集歌頌劇，撥亂反正，佢哋結果亦都成被人歌頌嘅對象。是是非非，風風雨雨，一切都會成為過去。本節目亦然。昨日嘅事可能會係今日嘅非，昨日嘅非可能係今日嘅事。正所謂世事無絕對，所以一切嘢大家都本住平常心去睇。冇錯，咁會開心啲，唔係盞會血壓高，分分鐘爆血管。香港冇問題播映以嚟咧，受到各界嘅議論紛紛嘅。咁啊，作為其中嘅一份子喺呢一度，好多謝大家。嗱，節目嘅內容有時會踩界一啲，有時會係偏激一啲，有時會係大家明白啦。點都好啦，呢個節目係幕後，呢個係幕後嘅立場同觀點，我個人要謹此聲明。香港冇問題，600萬人既然一齊由過去奮鬥到而家，咁啊睇嚟大部分人咧都會由而家咧一齊咧就肩並肩咁咧去面向呢個將來嘅，咁所以既然係咁咧，就講多都無謂啦。大家本住香港人一向都有個拼勁，開拓美好嘅明天，祝大家好運。喂，香港真係冇乜問題咯，好似。問題就係香港根本冇乜問題，但係力蘇點講咧？香港冇問題。因為佢會搞好經濟，若你話奮鬥到底啦。
乜嘢唔啱睇，再諗計揾米。香港冇問題，香港冇問題，暫時有天運滯，香港始終冇問題，香港冇問題，香港冇問題，暫時冇乜地位，之後會相當巴閉。喂，香港真係冇乜問題喎，好似。問題就係香港根本冇乜問題，但係力蘇點講咧？香港冇問題。因為佢會搞好經濟。若你話奮鬥到底啦，定能出位。都話穿位咯。就算有乜嘢唔啱睇，再諗計揾米。香港冇問題。香港冇問題就嚟最後一集咯喎，即係呢集係最後一集咯喎，咁你捨唔捨得啊？唔捨得啊？咁你譬如寫啲信嚟電視台咁要求再做重播啦，好嘛？好啊！好啊！多謝你啊，同鏡頭講拜拜啊！拜拜！海關副總監唐鏡星話：不法分子利用大型快艇走私物品到大陸嘅活動，最近係有死灰復燃嘅跡象，而且利用中非走私嘅活動呢，亦